各位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導，美國同伊朗代表喺巴基斯坦開始談判。美國副總統萬斯率領談判代表團喺同伊朗代表談判之前，先同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會面。夏巴茲話：希望談判能夠成為推動地區實現持久和平嘅重要一步。伊朗談判代表團之前亦都同夏巴茲會面，商定伊美談判嘅時間同埋形式。減破房條例生效個幾月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已經接獲5500幾個分間單位申請。佢話有業主擔心改劃唔合標準，計劃利用市建局舊樓嘅單位改裝成樣板房，最快下個月初推出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